高雄小港沿海二路最近咧施工，不过伫乌托邦车道做交外时，若像管制无明显，有4个人全徛入去工地，造成3个人重伤。市府表示，现场的交通管制已经调整好势啊，嘛有派义交24点钟来指挥。车徛伫高雄小港区沿海2路的机车道，男骑士则经过边仔闪红灯的交通警示，就跋入去坑内底。海先把我们交围撞歪了，撞歪了之后。警察来现场的时候没有恢复完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下班时间了。意外现场当日施工是因应高雄州际中心连外货柜专用道来开辟工程，要做过路排水沟的工程，有可能是交通管制的设置无好，加上天乌看袂清楚，导致有4个人撞入去，其中有3个人受伤。另外，还有民众为着要闪这个坑，链仔互插破。伊就是到一个可能坑伤大坑，有无我闪过啊？造成乌托邦规样表面啊，我民警拢保卫啊。目前本处已重新调整交围设施材质及固定方式，并增加延长交围渐变段及指派24小时义交指挥。这是等于现场已经有义交咧指挥，原有的交通警示设施嘛，搁另外增加1道。市府表示，12号有骑倒摆人5撞，甲交位设施弄倒去，才倒伫后壁骑倒摆人嘛撞入去。后续会重新来调整伫设施固定的方式，嘛会指派24点钟的义交，上者会派人去慰问，而且会协助理赔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显坤报道。